紹下歐文先啦。咁歐文自己本身咧係香港特許金融策略協會嘅主席啦，咁亦都係宇中國際集團嘅行政總裁，同埋亦都係安然投資管理執行董事嚟嘅。咁之前亦都歷任四大會計師樓同埋其他嘅金融機構啦。咁自己亦都係有超過20年嘅財經金融界嘅經驗啦。咁今日歐文亦都會同我哋剖析啦。我哋今日主題就係即係英國脱歐之後一個投資資產分配同埋或者嗰個交流上面嘅。咁每位嘅 speaker 都會關於佢自己嘅範疇係俾大家一啲嘅 sharing。咁希望今日嘅即係講座大家都會即係 enjoy 啦，或者學到嘢啦。咁我交俾歐文先。歐文。咁我講下最近財經界幾個比較轟動嘅事啦。咁就英國脱歐啦 ，Brexit 啦。咁就其實喺6月24號啦，咁呢個歷史性嘅一日，就英國就全民公投啦。咁玩啲政治把戲啦，咁就令到全球嘅股市匯市都蒸發咗係數十萬億嘅。咁有關政治方面咧，其實只係現任啱啱上任嘅首相就推行呢個全民公投，咁結果就全世界金融市場同所有嘅大富豪等等係喜出望外，或者係始料不及地就結果係同佢原本嘅打算係唔一樣嘅。咁其實對全球嘅資產配置同環球投資環境咧都係好大影響嘅。咁我就喺過去半年或者呢4個月咧，我都冇乜投資嘅。Not until 係嗰日啊，咁我就大有斬獲嘅。咁都幾開心，因為雖然咁悲傷嘅劇情發生咗，但係都要揾隻手去鬧少少嘅。因為嗰日就喺好幸運喺低位就揸咗啲英鎊同黃金啦，咁亦都係買咗工商銀行嘅牛證啦。咁我覺得全世界啲應該唔係好關中國事，我查過4大行應該工行係揸 Boris 係最少嘅，所以應該係 relatively 係 strong 啲啦。咁其實咧，亦都睇翻近排港匯都轉強，一直都係 around 7.75附近啦。咁其實嗰日其實發生咗之後，6月24號喺香港星期5嘅時間，即係我哋嘅trading hours 嘅時間咧，其實係無論港匯啦、日元啦，特別喺10點半嗰一刻咧，係好極度嘅唔好咁波動，亦唔係好激昂嘅一日啦。咁係可以喺短短10分鐘內，英鎊跌咗800至1001點嘅，係好誇張。呢個係亦都創咗31年嘅新低啦。咁係 before Soros 89年去 attack 英鎊嘅1億，我諗係嗰一日嘅仲速過之前30年前嗰個。咁亦都係對本地嘅旅遊業啦、香港啦就雪上加霜嘅，因為嚟緊咧其實脱歐對香港嘅影響咧，包括有流動性嘅錯配加劇，其實我會一陣間而家佢按揭壞帳增添銀行壓力，英鎊急挫偏離息差，脱歐之後對匯市嘅影響咧，就加息週期可能提早終結或者係暫緩啦。英鎊、歐元亦都有貶值嘅壓力，同埋黃金先再次飾演嘅冷氣角色啦。咁呢個就係個表啦。我諗時間有限就唔可以逐個講㗎啦，就講即係淵源啦。英國同歐盟50年嘅愛恨前緣啦，曾經要求入 ECU 啦，以前叫歐洲經濟共同體啦 ECU， 咁後尾改咗名輾轉，即係佢係幾次申請加入，有幾次係第一個提出分手嘅，所以係非常之愛恨前緣。咁短因咧14年就歐盟其實都係財困嘅，咁其實都每年都幾大成員國，包括最大嘅德國、第2英國、第3嘅法國，咁其實佢哋每年都要交去貼歐盟錢嘅，例如最近要找21億歐元嘅數啦，咁英國要找嘅。咁呢個亦都係短期 Cameron 想脱歐嘅原因啦，要投公投，因為佢哋唔想繼續咁俾錢啦。咁如果一個比較近期重大嘅，咁我哋香港人都有個俾人用斧頭劈親。咁呢個因為關於移民同政治問題啦，其實因為其實即係敍利亞個國家咁樣散咗之後咧，咁好多伊斯蘭國嘅亦都跟隨住啲難民去移民咗去歐盟 EU 啦，咁變相就佢脱咗歐之後咧，其實有望係移民政策唔需要 fulfill EU， 咁就變相就可以唔收呢啲難民嘅。咁大家可能記得80年代香港都收咗好多越南嘅難民啦，咁我哋有個難民營，但係我唔知道而家歐洲應該好似係冇，所以佢哋可以周圍好自由地行。咁亦都短期內促使到英國嘅
公民去付之一頭，就係拒絕再喺歐盟裏邊嘅。而頭先都講咗啦，咁係一個英鎊危機啦，即係掃羅斯92年去襲擊英國啦，由16蚊抌落去10蚊，咁今次最低係9個9毫幾嘅，對港幣計啊，咁對美金係1.28嘅，咁亦都31年嘅新低啦，咁亦都有幾百萬人希望推倒重來再投啦，但係應該呢個機會係好渺茫，因為到時投咗之後又話要留歐，跟住又有幾百萬人我係又要脱咧，咁就唔知要投幾多次啦。咁喺香港幾個嘅橋彩有少少嘅 comment 啦，咁譬如李秀恒會長啦，咁佢就對英國嘅生意來講咧，佢就估計起碼跌5%，但係你唔好睇少5%嘅，英國佔香港嘅 GDP 嘅出口咧，只係佔2%嘅英國，我都估唔到咁少。咁但係佢確實已經等於400億港紙啦。咁2%係400億港紙，1.5%係幾多？咁對成衣出口比較大啦。咁佢都係一個即係做成衣比較出名嘅啦。咁地產建設商會梁志堅啦。而家係會德豐個副主席啦，咁就加息機會就比較低啦，7月呢幾日會投，咁就但係我就個人唔係好同意會減息嘅，因為而家係唔做唔錯，本來美國係非常之經濟好有加息條件，但係因為英國整單咁嘅嘢，就全個歐洲都散晒，咁美國11月8號就選舉，所以都不做不錯啦，唔會調翻轉頭減息，都冇乜息減嘅，都係加日錢咁等等嘛。咁就譬如著名投資者施永青中原地產主席咧就話會脱歐之後英鎊嘅錢咧會流嚟香港支持翻物業市場啦。咁我覺得呢啲就有少少奇怪嘅，因為唔買英國樓唔代表買香港樓，因為香港應該貴好多。咁就但係短期咧港元係事實上同日元都係有啲資金避難所啦，即係匿落嚟，即係風險恐慌情緒太高嘅時間就跳晒入嚟啦，但係其實都已經到24號係1個月前嘅事啦。其實而家已經正常翻，其實你睇翻富時啊等等 FT 等等，全部都創咗事件後嘅新高，而港股琴日都升穿22,000點嘅。咁股票就留翻俾之後嗰3位專家嘅。咁其實而家都脱歐之後 macro 嚟睇，其實不確定嘅因素都會困擾英國，因為嚟緊起碼要有2年嘅時間去談判點樣 exit。例如，其實成個歐盟有好多人喺英國工作嘅，例如譬如話巴其實銀行啦、匯豐啊、渣打，嗰時匯豐都警告過，如果脱歐，佢哋好大機會會炒1萬個員工，唔係香港啊，英國。咁就Morgan Stanley 啦，咁亦都話會炒2000至2500個員工。咁有少少政治籌碼啦，即係話你唔好投啊，如果脱歐嘅話，我就炒人㗎啦。當然而家未發生啦，但係估計前景都比較黑暗少少。咁係啦，因為頭先講咗移民問題係脱歐嘅主要原因之一。咁呢度都講咗債市都好波動。咁講翻英鎊大跌會，其實我冇記錯話有7隻嘅房地產基金，包括寶城保險公司啦、Henderson 啦、Aviva、Standard Life 等等啦。咁其實佢哋嗰啲都停止贖回嘅，嗰啲房地產基金可能投咗好多英國物業市場啦。咁因為而家都英鎊唔定，其實好多人都可能禁制想沽嘅，但係暫時唔使 redemption 嘅。咁所以即係短期啲資金鏈都出現好大問題。咁亦都英國嗰個交易金額急跌啦。咁都想分享唔係喺圖表裏邊嘅嘢啦。其實我都睇我有一個師傅啦，陶東先生啦，亦都係一個好著名嘅經濟學家啦，瑞信嘅首席經濟學家。咁佢都睇翻，其實佢做咗投資銀行30幾年，咁就未試過咁亂。咁而家因為倫敦同英國重要性咧，係遠遠超過過去100年喺金融市場嘅地位。點解咧？因為以前做 roadshow 咧，做 IBank 其實需要去法蘭克福、米蘭、倫敦、仲有咩？布魯塞爾同埋盧森堡等等，係成個 roadshow 即係整個歐洲而行嘅。而家根本上咧係淨係需要飛去倫敦，就所有人喺齊。咁變相咧，而家歐洲係過分注重倫敦，而英國咁樣脱歐咧，除咗人才會流失嘅問題咧，因為移民嗰個問題啦，咁即係嗰啲叫工作證啊，即係 working visa，咁全部就要談判，所以起碼要傾2年。呢樣嘢都投資市場最怕就不明朗，一不明朗咧就會有好多唔如意嘅事發生。咁你睇英國同英美兩個嘅嗰個嘅國債息差啦，咁呢個我就唔係好同意嘅。加息週期
暫時暫緩啦。7月就應該唔加息，但係之後我唔敢講。但係喺大選年之前咧，應該我覺得一定唔會減息嘅，11月8號之前。係啦，咁長遠嚟講咧，其實唔係英鎊跌咁簡單，而係應該係歐元跌，因為英國公投之後係可以離開 EU 歐盟嘅，其實其他國家都係可以同時離開歐洲。咁長遠嚟講咧，歐盟可能解散嘅。成個英國脱歐咧，其實最大嘅受惠者最開心咧，其實係美國佬啦，最大受益者啦。咁第二就係法國佬，因為好多法國巴黎市長都邀請英國嘅所有銀行，你炒完人過嚟設立總部啦，又俾啲稅務優惠你哋喺度請人啦，我哋好多人才，我哋樓價又平過倫敦，所以變相又有啲國家會好開心。但其實整個下一個會公投嘅地方，估計應該係西班牙，所以亦都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叫歐豬5國，即係葡萄牙、西班牙，其實想走好耐㗎。但係你都想講一樣嘢，其實脱咗歐之後咧，公投完之後咧，就唔一定會離開。例如希臘未離開，但係好多年前14年之前已經話公投咗話要脱歐，但係都冇脱到，即係可以個結果同真實未必做到，係咯。咁亦都對人民幣其實係利好嘅，因為人民幣喺過去1年都跌咗過去1年半就跌咗12%啦。其實正式嚟講唔係舊年11月人民幣正式加入 SDR， 舊年係暫時試水嘅啫，今年先係正式加入 SDR。SDR 係咩咧？係世界4大發鈔國，咁即係美元啦，即係美國啦、日本啦、英國啦同埋德國。咁而家就加入咗中國入去。咁脱歐後嗰個外匯市場咧，曾經痛苦到係 yen 跌到去98.99嘅。咁係一個好誇張，即日之內8%，都係我生涯裏面見得最激昂嘅一樣。係啦，咁呢啲大致啲水位啦，大家都可以睇啦。其實對亞洲都有啲影響，雖然短期對亞洲有啲提振，啲錢會遊翻嚟中國或者香港，所以其實未來展望咧，其實香港嗰個投資市場咧係比起全世界都優勝，亦都估計香港喺過去1個月我做咗啲 stat 啦 ，A 股其實上 A 加深 A 兩地嘅成交連續1個月超過6000億，之前嗰個月咧，即係歐洲事件之前咧，其實係平均係2000億，即係每日 triple， 甚至而家 quadruple 個 trading size volume， 即係俾錢去投嘅票咧，先至係最值得去相信，就唔係一啲分析嘅數據，因為嗰啲成交係唔會呃人，因為真係俾錢去成交。咁我講嘅大概係咁。